大家好啊，歡迎返到嚟我嘅 channel 港式足球。咁其實球會級別嘅比賽已經圓滿結束晒啦。咁世界盃亦都即將來臨。咁呢一個世界盃嘅預測我就做唔切㗎啦，因為得返4日啦。咁但係我自己有啲心水嘅，之後可能會同大家分享下。即係之後世界盃一路進行緊嘅比賽，可能我都會做啲賽後評啊，做啲分析啊咁上下。咁今日呢條片係做咩呢？就係英超2025-26賽季嘅最佳陣容啦。今日我就係做呢一條片啦。咁今季英超其實有唔少好嘅球員啦。咁但係始終要揀一個最佳11人，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我就按照佢哋今季嘅表現啦，就去整一個英超2025-26賽季嘅最佳陣容啦。咁呢個陣容就4-2-3-1嘅陣式嚟嘅，冇錯。咁首先就係最佳門將方面啦。最佳門將方面應該就冇乜爭議啦。阿仙奴嘅拉亞，因為拉亞今季就英超嘅金手套啦，係零封次數最多嘅龍門啦。今季咁我放拉亞喺呢一個最佳11人、最佳龍門嘅位置，就應該大家都冇乜意見嘅啦。咁但係咧，我就想揀一個遺珠嘅，即係你當係分一隊同二隊咁樣啦。因為始終好嘅球員都好多嘅，咁我覺得有其他嘅球員都係值得表揚嘅。咁我自己嘅遺珠咧，又或者係叫做二陣嘅龍門咧，我就會揀呢一個佐敦碧福特啦。佐敦碧福特嗱，愛華頓今季嘅戰績咧，其實就唔差嘅，甚至曾經一度係有機會可以爭歐洲賽資格。咁當然最尾就爭唔到啦，排喺英超第13，有49分。咁但係你對比翻愛華頓前嗰幾年，好多時候都係16、17名，緊緊護級。其實今季莫耶斯上任之後，愛華頓嘅成績係非常之好啦，我覺得。即係對比翻佢哋前幾季嘅成績嚟講，今季成績已經非常之好。咁愛華頓今季有咁好嘅成績咧，其實我覺得就係佐敦碧福特有好大嘅功勞啦。呢一個英格蘭國家隊嘅首席門將啦，今季亦都有好多精彩嘅撲救啦，令到係幫愛華頓救到唔少嘅波。咁而佢亦都攞咗英超嘅最佳撲救嘅，係啦，咁就恭喜佢先啦。咁跟住英超今季嘅最佳右閘咧，其實就有啲難揀嘅，因為咧有3位球員咧，我都係覺得係有資格入選呢一個最佳右閘嘅今季。咁但係各自都有啲隱憂嘅。第一個就係阿仙奴嘅天巴啦，上半季好好嘅，但係去到下半季就受傷患困擾，去到後尾歐聯決賽嘅時候，亦都唔能夠可以正選上陣。如果係天巴踢正選嗰場，而唔係莫斯昆拿嘅話咧，阿仙奴會唔會輸咗球12碼咧？我覺得係值得商榷嘅。可能阿仙奴直接1-0贏咗都唔頂嘅。咁但係就冇辦法啦，佢傷患困擾，始終佢雖然好返，但係就未完全100%打唔到一場歐聯決賽，而且佢一路都係去到下半季英超嘅賽季，英超好多比賽都係缺席咗嘅，因為受傷。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就覺得天巴下半季會扣一啲分啦。咁列斯占士咧，第二個啦，列斯占士，但係其實佢今季唔係長期打右閘嘅，好多時候都係打呢一個防守中場，即係轉咗型噶啦。同埋佢經歷過好多次大傷之後咧，其實佢嘅速度爆發力都大不如前啦，所以佢都叫做慢慢轉型，就打返呢一個防守中場，就唔需要太多爆發力嘅位置。咁所以佢如果擺佢入去咧，可能會有少少爭議，因為佢唔係100% 係一個今季唔係100% 去踢右閘啦，列斯占士。咁所以我自己嘅選擇咧就係第3個曼城嘅紐尼斯。咁曼城嘅紐尼斯，我覺得今季係進步非常非常之大嘅，因為其實以往嘅佢可能大家都覺得佢係炸彈啦，係咪先？成日都唔係好穩定啦表現。咁但係今季我覺得佢係進步咗好多，穩陣咗，亦都係幫到球隊組織猜到唔錯嘅。咁所以我覺得英超最佳陣容嘅右閘位咧，就係呢一個紐尼斯啦，我擺。咁而另一個咧，即係二陣嘅話咧，我就會擺列斯占士。始終天巴真係受傷患困擾啦，咁就我覺得下半季係真係扣一啲分嘅。好啦，咁中堅兩個啦，中堅兩個咧，我就會
放阿仙奴嘅中堅組合沙利巴同加比爾。咁阿仙奴其實今季攞到英超冠軍，好大原因都係因為個防守，而佢哋防守嘅重心人物就係加比爾同沙利巴雙中堅啊嘛，非常之穩陣。今季去到歐聯決賽，PSG 嘅進攻火力咁強，其實都唔係好攻得入佢哋。咁所以我相信放沙利巴加比爾係今季英超最佳嘅兩位中堅，但係應該冇乜意義。咁而呢一個二陣咧，我就會擺曼城嘅古希啦，同埋曼聯嘅麥加亞。麥加亞係穩定咗好多啦，之前個個都恥笑佢，呢一兩季其實都好大一個進步，同埋都穩定咗啦。咁而古希就更加唔使講啦，古希喺水晶宮嘅時候就已經係出類拔萃啦。咁去到下半季轉會咗去曼城之後咧，更加係更上一層樓添啦。咁但係咧，由於佢對富咸嘅一場關鍵戰入面咧，即係嗰場其實係一場爭冠軍好重要嘅一場比賽。咁佢就係送禮啊嘛，佢就係派膠，就令到呢一個曼城最後3-3和咗波，咁都叫做間接送咗個冠軍俾阿仙奴。咁所以古希都係扣咗分嘅。好啦，咁今季英超嘅最佳左閘啦，去到咁我就會揀呢一個曼城嘅奧拉里，因為曼城嘅奧拉里其實今季都係一個相當之有驚喜嘅球員啊。因為大家都冇估到佢原來基華道爾受傷之後，大家都估唔到原來奧拉里呢個球員可以即係頂到佢個位啦，亦都踢得相當之唔錯啦。當然佢未去到基華道爾嗰種級數，但係佢亦都有一定嘅入球能力。咁大家應該最記得嘅就係佢聯賽盃決賽對住阿仙奴嘅頭槌入波啦，亦都係相當之驚豔啦。咁所以我揀咗佢做今季英超最佳陣容嘅最佳左閘啦。咁二陣嘅左閘咧，我就會揀呢一個杜菲特，班尼茅夫嘅杜菲特。可能大家對佢唔係好熟悉啦，但係其實呢位球員我覺得係相當之有潛質嘅，所以嚟緊應該亦都會有唔少嘅大球會可能會留意到佢。佢24歲嘅啫，好後生，而助攻嘅能力亦都相當之強嘅，係啦。咁所以希望大家之後多啲留意一下呢位球員。咁跟住去到防守中場啦，兩個防守中場啦。第一個就係迪勤懷斯啦，今季就終於即係當然懷斯一路都好犀利，但係我覺得佢今季係真係進化到一個全能嘅防守中場咯。防守犀利啦，喺後場嘅派幫手組織亦都勁啦，而佢亦都有一定嘅入球能力啦。咁另一位我就會揀利物浦嘅蘇保斯禮啦，即係佢可能大家覺得佢偏向會進攻中場多少少啦，但係其實利物浦今季都用多咗佢喺6號位，即係防守中場嗰度幫手組織派，因為加雲貝治就推上咗一格嚟打啦。咁所以同埋蘇保斯禮今季表現都係非常之出色啦。利物浦今季成績比較差，但係蘇保斯禮就係當中我覺得最出色嘅一個，亦都對曼城對阿仙奴都入咗2個好靚嘅罰球啦。咁佢嘅入球能力今季都幫咗利物浦唔少嘅。咁所以就今季最佳陣容入面嘅2個防守中場，我就會擺懷斯同埋蘇保斯禮啦。咁而二陣嗰2位咧，我就會揀森林嘅安達臣同埋新特蘭嘅夏卡。去到進攻中場方面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冇乜意義嘅。今季嘅最佳進攻中場，我當然係揀班奴費蘭迪斯啦。咁佢破咗呢一個英超單季助攻紀錄啦，21個助攻。咁今季曼聯嘅進攻全員其實都係喺佢度噶啦，好多機會創造出嚟啊，好多大機會啊，都係由班奴費蘭迪斯去創造出嚟嘅。咁佢都算係一個人孭起曼聯成隊波啦。咁所以就最佳進攻中場就毋庸置疑啦。咁另一位你要我揀呢，就會係曼城嘅卓奇啊。雖然今季先至加盟啦，咁但係佢亦都幫曼城喺組織上面就增強咗唔少啦。即係佢唔算完全一個迪布尼嘅接班人，但係其實佢亦都可以喺迪布尼離開曼城之後係幫曼城係俾到啲致命傳送啊，幫曼城破密集送直線嘅一位球員咯。我覺得今次卓奇，我覺得同埋大家都應該記得佢
下半季對阿仙奴嘅，即係嗰一場可以叫做英超決賽啦，因為曼城對阿仙奴啊嘛。嗰一場比賽佢一個扭3個，然之後射咗個世界波，呢一球我都覺得係今季英超嘅最佳入球啦，我自己心目中啊。咁是卓奇就係二陣嘅進攻中場啦。咁另外去到前鋒線啦，最後就係先講右翼啦，好唔好啊？右翼我就會揀呢一個沙卡啦。咁我雖然沙卡其實去到嗱上半季沙卡好 fit 嘅，但係去到3、4月咁上下咧，沙卡因為其實佢攰啦，阿仙奴都成日出佢啦，咁所以就去到3、4月佢嘅狀態表現亦都有所回落。咁但係去到5月份咧，又突然間勁翻喎，即係唞一排之後出翻嚟又勁翻喎，咁亦都幫到阿仙奴入波啊、助攻啊咁上下啦。咁我本身就係佢同斯曼尤之間選擇，咁但係斯曼尤我覺得佢去到曼城之後個表現一路都係踢得比較差嘅，即係佢喺般尼茅夫嗰段我覺得係好過沙卡，咁但係佢去到曼城之後就個狀態一路都好沉，咁所以我就揀咗沙卡啦，呢一個最佳右翼。咁跟住左翼啦，左翼我就會揀呢一個曼城嘅杜古啊。即係杜古，大家都知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大威脅嘅速度型邊線球員啦。咁其實杜古啱啱加盟曼城嘅時候，佢嘅整體意識同隊友嘅配合亦都即係麻麻地，未算好好。咁但係其實隨住佢即係踢咗英超都有2、3季啦，咁佢嘅表現其實就越嚟越好啦。佢嘅整體意識亦都同隊友嘅配合亦都好咗好多。咁所以揀佢喺今屆英超最佳陣容嘅左翼鋒，我覺得係相當合理嘅。咁去到最後前鋒線就唔使講嘢㗎啦，我覺得夏蘭特雖然就冇前幾季咁爆啦個狀態，但係夏蘭特嘅其實佢無論佢狀態幾差都好啦，其實佢都係 keep 住可以一季輸出到20幾球嘅。咁呢一個係真係一個頂級前鋒，一個野獸前鋒啦。咁冇嘢講。佢今季英超神射手都幫曼城入咗咁多波，冇理由唔揀佢嘅。咁另一位如果要揀多個嘅話，我可能會揀呢一個祖奧柏度咯。即係祖奧柏度雖然今季車路士嘅成績好差啦，但係祖奧柏度我覺得就係比較亮眼嘅一位，而佢亦都係幫車路士喺前場入到唔少波嘅，而佢嘅組織能力做支點亦都相當之唔錯。係啦，咁所以就今季嘅英超最佳陣容就大約係咁啦。我重申一次啦，門將就係拉亞啦，後防線4個就係右閘紐尼斯，兩個中堅沙列巴加比爾同埋左閘奧拉里。然之後中場方面就兩個防守中場蘇布斯黎同埋迪琴懷斯，進攻中場就班奴費蘭迪斯啦，右翼沙卡，左翼杜古同埋前鋒夏蘭特嘅。嗱，咁要揀多個最佳教練嘅話，我會揀阿仙奴嘅阿迪達都係，因為其實佢啱啱接手阿仙奴呢隊波嘅時候咧，就其實隊波係完全未得嘅，係好多嘢要執。咁佢經歷咗咁多季之後，終於都收成正果啦，叫做歐聯殺到入決賽，英超亦都係攞到冠軍嘅今季。咁所以我覺得係值得俾翻個 credit 佢嘅。好啦，咁今日嘅節目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其實世界盃亦都即將開始，到時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